阮某吼，因兜住伫这公园边啦。啊，这个公园哦，以早是咧台猪的，所以吼，到后来改建做公园以后，伊有采一个足大地王牌，悬顶刻3个字，写授粉比。授粉比，哦，为着要顶电啊，所以吼，我迄阵吼，从我咧热恋吼，从我咧偷来暗去做山开，不啦，搁做山开，你迄个啦，我讲对，做山开迄是后壁的代志啦。哦对，当做是吼，我嘛毋知到底是啥物人互勇气啦，应该是迄个牛正如互的勇气吧。因为迄阵吼，我22个，我身躯吼，身躯总共的现金大概无到12000啦，这个分我嘛甲结落去咧，但是吼，我这人足巴结的咯，我拿迄个钉呢，哇，双手钉呢，喙齿棍加落去，双手钉呢，喙齿棍甲加落去，我为着身份，我换那个办迄个北海道3工2暝，莫怀疑，唔相信对无？2个人3工2暝北海道，哪有可能完成？我甲你讲，金山万里淡水，北部海花的道路，搁在北海道。3工甲处理起来，所以吼，较后悔吼，应该是阮某啦，毋是我啦。但是已经注定就是啊，人生吼，后悔代志足多，讲袂完啦。今日先甲大家分享到这，感谢大家，我是陈水义。